總會有辦法。出版社：小樹苗。小倉鼠是一位旅行家。這天，他來到一個果林，林中水果處處。小倉鼠走得累了，就在一棵果樹下小睡一會。果林裏的空氣很清新，好吃的水果又多，小倉鼠不想離開了。我要蓋一座房子，在這裏住下來。小倉鼠的房子蓋好了，這是一所漂亮的房子，有紅色的房頂、綠色的門和白色的牆壁。小倉鼠很喜歡它的新房子，它在這裏生活得很愉快。可是日子久了，這位旅行家又想去旅行了。小倉鼠拿起手提包和帽子，關上門，準備出發了。可是他捨不得他的房子啊！有了，我要帶着房子去旅行。這雖然有點困難，但我一定想到辦法的。小倉鼠用藤蔓把整個房子捆住，然後用力地拉。房子太重了，小倉鼠拉了很久，房子才往前走了一丁點兒。這不是辦法哦。果林裏的朋友知道小倉鼠要搬房子，都趕過來幫忙。大家同心合力，把房子推前了一大步。謝謝你們的幫忙，可是我要走的路很遠哦。要是房子有輪子就好了。輪子？對了，有辦法了。聰明的小倉鼠馬上給房子安裝4個輪子，還裝上方向盤。在朋友的歡呼聲中，小倉鼠像開車般把房子開走了。小倉鼠和他的房子穿過樹林，走過田野，翻過小山，卻在一條小河前面停了下來。這裏沒有橋，又沒有船，我怎樣過河呢？小倉鼠坐在一塊大石頭上，手托着下巴發愁。這時，小倉鼠看見一隻小鳥輕鬆地飛過小河，一直飛到雲裏去。要是房子會飛就好了。飛？對了，有辦法了。小倉鼠找來很多很多氣球，把氣球一個一個吹大，繫在房頂上。看，不同顏色嘅氣球帶着房子飛起來了。可是飛了不遠，氣球逐一爆破。不一會兒，房子就砰砰的一聲落在地上。小倉鼠摸摸頭說：這辦法不行，怎麼辦呢？他忽然想起會飛的竹蜻蜓，他又有辦法了。小倉鼠在房子上安裝了很大很大的竹蜻蜓，竹蜻蜓轉啊轉，終於帶着房子飛起來了。房子飛得又高又快，可是飛了沒多久，房子又砰的一聲落在地上，連竹蜻蜓也摔壞了。小倉鼠沒有氣餒，他拍一拍腦袋，又想到辦法了。小倉鼠去向鳥兒們借羽毛，鳥兒們都很樂意把羽毛借給他看。小倉鼠用羽毛做了一對大翅膀。小倉鼠把大翅膀加在房子上，房子看來就像一隻神氣的大鳥。大翅膀慢慢扇動，帶着房子飛了起來。我終於可以帶着心愛的房子四處去了。小倉鼠開心地說。